去钓鱼，离看海岸的渔船嘛无受到影响，依照着航班正常来出海。不过业者也表示讲，已经做好停止出海的准备，时间可能就会伫23号中昼以后，嘛会伫停止出海了后，做好着有防风台的准备工作。现场消息，这个郭台铭、郭文铁甲王金平革命今仔日是正式来登场哦。台北市府今仔日是举办着823炮战音乐响宴，郭文铁也特别邀请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到现场，咱来看一下进前的一个状况。这主播台北市长柯文哲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合体同框，在今天正式登场。特别选在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在炮战纪念公园。不过三人在舞台上合照的时候，却突然遇到独派人士抗议。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可以看到呢，这个台湾国的办公室主任陈俊涵是随即被警方和随护拉走。不过在现场呢，其实是抗议声不断，包括国民党的市议员吴世正同样在后面举牌是拒绝郭柯合作。不过三人随后在战机前面合照的时候，看得出来都非常客气，是依序让对方站在中间，并且对镜头是摆出敬礼的手势。不过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柯文哲是亲自把王金平跟郭台铭送到外面。郭台铭甚至亲自向柯文哲表示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不变。来看一下稍早的访问。谢谢台北市董事长的邀请，参加823这个61周年的纪念活动。我郭台铭在此宣誓，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不改变。好，谢谢大家。好，可以看到呢，王金平在车上的时候呢，其实柯文哲也走过去致意，表示今天太过混乱，甚至有一些抗议的场合，希望三个人再度找一个时间呢来约见面。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交还棚内。2029年总统大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一直拢无讲是唔是要参选。不过私底下呢，确实有真大动作。进前伊也阁请这个前主播蔡景如加入伊的团队。今仔日呢是伊第一届面对媒体，咱来听伊安怎讲。其实，在我们的思考里面没有结盟这2个字啦。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包括跟王院长之间、跟柯文哲之间，大家都是好朋友。那私底下的见面，其实比公开场合还要多。那今天这样子的一起出现呢，其实是因为缅怀先贤先烈。那823炮战对于郭先生来讲，对郭董来讲，它其实是蛮有重大的意义的。823炮战呢，它奠定了台海的稳定。在郭先生的这个奋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蛮影响蛮重要的一个历程。因为呢，当时郭先生他是空军哦，他抽中了金马奖，他在金门服役的，所以他是空军出身啊。然后呢，他那时候在金门服役的时候，常常会有听到一些炮击声什么的。对他来讲，其实在退伍之后，他就带领了鸿海集团往世界来前进。所以对郭先生来讲，这是一个奠定台海之间的和平，还有对台湾经济繁荣相当一场重要的战役。所以呢，我们收到市府邀请之后，我们就立马决定说要出席这场盛会了。那柯市长刚刚有讲说走向共同的未来，会一起走向2020共同未来吗？对，我也觉得9月3号是怎么回事？昨天才听到这个日期怎么来的？我觉得大家联想力也很丰富，可能是因为今天是823炮战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所以大家会联想到说93军人节可能是在93哦。但是呢，这个日期真的我们都完全没有听说。那昨天听到，其实真的也蛮吓一跳的。郭董事长要报备参选，跟韩国瑜留在党内竞争。好，我这个报备参选也是最近传出来的议题啊。那其实报备参选这件事情应该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啦，坦白讲。那我们没有主控权。那对这个郭先生来讲，对创办人来说，他是希望说，国民党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一股这个。蔡英文下架的力量，开始有这种反思的力量出现。但说穿了，这就是国民党自己本身的家务事，我们是没有主控权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可能就是留待国民党自己处理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因为还有下一个行程。目前传出是不是真的就是郭董要选总统，然后那个院长要负责陆战的部分，以及呢这个柯市长他是负责进立法院。现在目前有这样的传闻，到底是私
下的这个我们沟通方面有没有谈到这个相关的事情？好，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已经都讲很久了，感觉好像说大家都已经把位置分配好了。那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方向来思考哦。郭董呢，他在带领鸿海集团40几年，他的能力是经过国际认证的。这部分他在科技界、在财经界，他的表现是无人能及的哦。那他也很希望说，把自己所学的、所经历过的，能够带领台湾往更好的方向来发展。那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也是他的使命感。那王院长呢，他在政界也有相当丰富的资历。柯文哲呢，在这个行政效率上也处理得非常好。如果大家都能够各发挥所长，这其实这一股力量也可以有台湾第3条路可以走。但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是不是3个人有这样子分配的情况，其实真的没有谈到。他们3个人在一起，好朋友见面不需要敲锣打鼓，然后要谈的事情也很多，或许可以闲话家常，或许可以聊聊台湾的未来。那对于台湾未来的忧心，其实3个人共同都是有的。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前提下，大家能够一起携手，那基本上呢，对于这个结盟这2个字眼来讲，其实都是多余的。郭董什么时候要跟吴主席碰面？郭董，不好意思哦，这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基金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收到吴主席这方面的讯息，但是呢，韩市长的确是有透过各种管道，因为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还蛮多的，那彼此也传达一些比较热心的一些沟通事项，传达一些讯息。那郭董的回复就是说祝福。但是呢，也希望说，这个祝福韩市长之余呢，也希望说我们就是并没有安排一些相关的见面事宜。谢谢大家，谢谢。聊未来有实际动作吗？聊未来的话有实际的动作吗？所谓实际动作是指？我们聊未来之后，如果说不选的话，有什么样实际的作为可以拼一个未来？这郭董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大家想说，其实他好像闭关很久了，怎么都没出来。他每天要忙的事情真的非常多。那就我们自己的观察，他关心的是中美贸易，关心的是台海之间稳定，还有反送中，还有日韩贸易战等等相关的这些问题。他其实每天都在吸取一些经验，跟各界来交换一些意见。那有很多知识界、科技界还有财经界的前辈也都会来跟郭董交换一下意见，所以他们会解决说。会思考说什么样才是对台湾未来发展好的一个解决的良方。那也希望说这个解决良方对台湾的人民生活是能够改善的。那如果说现阶段目前的总统候选人是对于台湾的改变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能够解决目前人民困境的话，以郭董现在的这个有名有利的情况之下，他其实可以好好去退休生活了啦。所以现在就是他还在思考说什么样对台湾来讲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谢谢大家，谢谢。另外，在其他消息方面，这苗栗县长徐耀昌被控告担任着头份镇长的时阵，放水覆盖企图证明，一审呢依照着道理罪判徐耀昌9年的徒刑。台湾高等法院今仔日第2审审判，改判无罪，专案也阁会当来上诉。另外呢，这个同款是上新的消息了。这是伊讲呢，敲破玻璃门，好心的头家决定无要来甲伊追究哦。这是伫咧顶礼拜5南投有一个外籍的劳工入去公司摕这钢锤仔的时阵哦，甲同事呢小可开讲一个，一个月头哦，这钢锤仔呢煞拄好去敲着强化玻璃的门哦，当场呢就敲只变做是蜘蛛网的形，也阁有发出着这哔哔哔哔的声音，甲现场所有人拢惊一跳。不过事后呢，这头家转去公司看到。认为讲这安全上无问题哦，就体谅到这个外籍劳工无能力来负担到这笔维修的费用，佮再加上伊的朋友讲，咱伫咧讲趁钱的利润，玻璃必顺，台语嘛是叫做利润，所以同款是一个好彩头，因此就决定讲唔免一赔。既然出现着这金蕉贼仔，这是伫18号暗时6点外，有一个查某人骑奥多摆到这个梅路附近哦，拿刀挂金蕉。当时的画面即马嘛，互人提出来。咱详细进行连线记者卓宇来甲咱讲。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位妇人戴着全罩式安全帽，身上还穿着围裙，拿着一把菜刀朝一旁的香蕉树毫不客气就给它砍下去。一开始对着树头的香蕉串猛砍，但似乎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香蕉砍完，一转身干脆对着树干直接拦腰斩。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会以为那是他自己种的。根据了解，这名女子18号傍晚6点多骑机车到宜兰绿梅路附近，看到提防
房旁边的香蕉树，就直接走进去拿菜刀砍。画面中可以看到他的手法相当利落。香蕉园的主人发现香蕉园被陌生人闯入，也赶紧把画面 PO 上网。影片出来后，当地里长出面回应，表示妇人应该只是经过，看到香蕉树倒下挡住了道路才会砍树。究竟妇人砍树的动机是什么？还有待香蕉园主人报案后交由警方厘清。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另外，伫其他的这个社会消息方面哦，这国安局校校侍卫官吴宗宪利用执行的总统选举任务的时阵，走私9800条的这个粉哦。台北地检署经过1个月，今仔日警察总计起诉13名被告，起诉名单当中，这个国安局包括着吴宗宪在内，拢总是有9个人，另外4个人是华航的部分，最高层呢是达到华航的副总的叫做区中信。社会司来看其他的这搬厝无小心、无适应新的环境哦。这个少女呢是带伊的小弟是离家出走，这是一个姓华、高中2年的这查某囡仔，按苗栗德南搬厝到新竹德北，好亲像是因为无适应新的环境哦，就带伊7岁小弟离家出走，坐火车走转去德南，伊老爸真着急，拜托着这铁路警察来斗3工。警方透过监视画面6人哦，顺利伫头份市找到这个便利商店，找到这对假弟啊。铁路警察调出监视器画面，发现一对假弟啊，对苗栗德南火车站落车。伊的老爸是真着急，原本因就住伫咧德南，最近因为连续搬厝到台北甲新竹，读高中2年的查某囝可能袂适应，才会带着伊的小弟来离家出走。那时候我们所长在询问他是大概是什么特征，然后是什么状况这样。这2个假弟啊，行出火车站以后，都唔知影行对倒位去，因为2个人身上拢无炸钱甲手机啊，为着要把握时间，警方开着巡逻车，载着家属沿路走找了将近1点钟，总算伫咧头份的威强病院超商找到这对假弟啊。一直转学，然后让他可能在面临新的环境跟新的状况，跟面临新的同学，他可能会有点适应不了的问题。警方表示，这个查某囡仔因为当时青春期，可能面对新环境无法度适应，佮甲厝内的人无法度讲话，才会来带着伊的小弟离家出走。提醒家长应该加开一寡时间来陪伴。这个爸爸会当将伊的囡仔找回来，对警察大人真感谢。记者综合报道。一岁大的这查某红婴仔，煞困伫个粪扫堆边啊！这是屏东万丹有一户人家，一家伙仔4个人，妈妈因为讲车祸吊死，正伫咧服劳动家。平常时呢，厝内底就由伊的爸爸来照顾着分别这2岁甲1岁查某囝。全家敢若靠着这低收入户的补助来过生活。厝内底至少有2-3个月以上拢无病，而粪扫堆敢若山共款，囡仔呢就伫咧遮尔垃圾的环境当中来成长。实在是真可怜，就有这志工哦，大家讲招要来甲伊斗3工大摒扫，希望讲会当互囡仔有一个比较较好的生活环境。这些是你的房间吗？还是？对。讲这是房间，但差不多3/4拢是粪扫，食过的碗、饮料罐，也是用过的珠啊，塔甲亲像一座山。安尼家都没困到位。囡仔就困伫咧勉强算是清气的所在，因为厝内毋若房间拢是粪扫。灶骹清几包出来？敢若是一间灶骹，就清出10几包粪扫，30多名的志工当咧大摒扫。是因为要整理那个资源回收来不及啦，然后又加上老婆本身比较乱。里面有2个小孩，一个是1岁，一个是2岁哈。因而他没权利说不要住这边。就是安尼的画面，互人看到会惊。2个才1岁甲2岁的囡仔，就缀伊的老爸生活伫遮。一家4个人，老母因为车祸，当咧做劳动艺。平常时就是伊的老爸一个人带2个囡仔。原本咧做保险，这几个月死头路，想着要拼厝内，就无力，上少有2-3个月无来拼。都可能厝边看了感觉唔甘啦。志工甲屏东县社会处社工知影这一家人的情形，来斗3工摒扫，上无爱互囡仔一个健康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新竹站21号下晝6點外，有一個查甫人假講無錢通去坐車，黑白佇車頭內底呢找人鬥3工買車票。有一個查甫人真好心，
帮伊买2张自强号的车票。结果无偌久哦，这个查甫人刷到另外一个窗仔口，讲要退票换钱，去互代替卖票人员发现，当场甲伊掠包。今晚呢，要来找找这个好心的查某人，要将钱退互伊。 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行到车头的柜台头前，查某人拎钱出来拆车票，毋过干那互查甫人家己煞无买。查甫人甲查某人说到谢了后，双方就拢离开。毋是共路的，哪会替人拆车票？原来这个穿乌衫的查某人是好心的民众，想袂到民众的爱心会互人利用。过无偌久，这个穿格仔衫的查甫人就走去另外一个柜台，想要甲车票换作现金，结果当场互工作人员抓到。你有没有遇过说有人会跟你讲说我没有钱回家啊？我想跟你借钱买车票。有，他就会跟你说，就是他没有钱买车票要回家，可不可以借他几块钱或10块钱也可以这样。 代志发生伫台铁的新德站，21号早起6点外，查甫人假影无钱通坐车，就伫车头内底找人替伊买为新德到大陆的自强号车票，买到了后想要甲车票换作现金，结果被台铁人发现。没有钱可以搭车，他派出所那边他会提供一个让你回家的车子。 代志发生了后，网友伫人面册社团破文，希望大家会当找到这个好心的查某人，甲伊讲会当去车头，甲哄骗去的钱领回去。啊，代替嘛讲，若是真正车钱无够，会当去派出所申请旅客救助金。希望民众的爱心，莫搁互人利用。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要转来去南投民间乡前八溪附近哦，台湾高山的数量甲族群，会使讲是愈来愈侪，嘛愈来愈唔惊人。最近有民众哦，下早5点外出门运动，定定去拄到呢规群的高山仔出来讨食，有将近哦120只的这大只狗甲细只狗啊，伫电火条顶头爬来爬去，也佫会真大力来摇这个电火条啊，甚至哦将这个电线甲扭断去，互附近的居民看到拢真惊。 它嘴巴红红的，你看，它转过来的时候，你看它。一只高山仔就安尼坐伫围篱仔顶伫食物件，详细看手内摕是一粒又搁大粒又搁红的火龙果，食甲甜甜有味。口红吗？擦口红。这只狗食甲规喙拢是，敢若是抹胭脂。民众拢举手机仔来翕，但是狗毋若一只，边仔阁有狗妈妈抱着囡仔伫饲奶，就是来到动物园。其实这是社区的徛家，煞出现一阵狗。 佫有只高山仔伫咧路顶甲电火条顶悬，喊来喊去，一时啊爬顶，一时啊爬下，民众就徛伫下骹看，但是因一点仔拢袂惊兴奋，规个社区拢变做是狗佚佗的所在。哎呀，这狗臭天。啊，是常发生吗？常发生。南投民间乡附近，最近有民众定定拄到一阵的狗出来咧找食的物件。 差不多有20只，大大细细撞出来，毋若是会爬去电线顶悬，佫会出现真危险的动作，亲像是真大力来摇电火条啊，甚至是甲电线扯断，佫会去水果摊抢水果来食。会躲得远远的，很多游客都近距离的拍，那很危险的动作，最好是不要。一大群狗走出来，大闹市区，民众是感觉真头疼。提醒游客上山唔通来饲，嘛唔好伤晚来翕相，较免这狗愈来愈唔惊人，变成一种狗害。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东区甲南京商圈又搁传出讲有店家要搬走，因为租金伤过贵，搁再加上人愈来愈少的一个压力。伫个南京商圈已经在地经营12年的这老品牌天青港式盐茶，后个月15号就要结束营业。天青港式盐茶虽然强调讲这店面是租长期的，租金的压力也搁会当挡会牢，不过人愈来愈少，连带也互营运变得真困难。另外，伫个东区真有名这东兴园。 车轮价哦，同款嘛是因为讲人愈来愈少，租金伤过贵。虽然讲厝头家最近哦，几年拢有改落价，毋过无链条就无钱条。同款9月中就会换地点，重新过来营业。虾黄配芝麻。柑仔阿包入去饼皮内底，台北市东区有名的东心园红豆仔饼已经做20年啊，毋过老品牌即马嘛袂堪要厝税遐尼贵，决定9月中要换所在。
人潮的话，今年真的少得特别严重，今年可能又差了去年个2-3成。那这几年其实，尤其是去年跟前年又差个2-3成，不是真的撑不下去，我也不会想要搬家。东区的人变少，影响到老店的生意。随望1楼店面加地下室超40平的空间，出口价位2014年开始就一直甲厝税降落来，即摆一个月22万8，不过无人就无生意。那上一个月营业成本100万来算，等于一天爱卖1333块红豆仔饼，才拍平，这实在是无啥可能。上个月我就赔了10万嘛，这个月我又要赔到20。其实伫同一条巷仔内底，7月王品下开炸牛，嘛因为了钱的关系，2年来就伤大。毋但东区有厝税压力，边仔南京商圈已经开12年的老店，天气讲是严差，嘛要收啊。大环境影响是有差的。那南京这边的话，尤其像小巨蛋这边，它人潮并没有那么集中。目前在评估新北市或者是外县市几个人潮比较聚集一点的商圈。虽望头家一直强调厝税不是收店的原因，敢若靠老主顾实在真歹个动落，所以老品牌敢若会当另外个找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特别来了，花莲水真有名的河港文旦，才拄进入采收期就面临威胁，因为今年文旦的品质袂歹，农民原本想讲会当加赚淡薄，真无奈天公伯也无要斗3工，只好伫这2天增加3倍人力，赶紧来抢收，要把这个损害降到上低。一车甜的油啊，随着农民发动引进，要再去分装厂。详细看，每一个拢真把水，色地嘛真青翠。本来就咧等大丰收，偏偏风台要来。花东的柚子的成熟度已经达到已经9分熟，几乎已经完全可以采收下来的时间点，正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间点，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为着无爱互新血来白了工，农民提早出动来咧采收，油啊对后斗一粒连落来，大家双手拢无得用，一直咧分级，头壳悬敢若一座山。今年的产量甲品质拢袂歹，大约90%拢已经熟啊。然后我们这边的部分的话，就是尽量能够快速的把它采收下来。我们这次的人力几乎增加了1倍的人力出来了。这2天，农民加派2-3倍人手来斗3工采收，估计上济会当采收5成，就惊迄风雨要来，水当当的果子恐扫掉。农民除了祈求天公伯啊，嘛要赶紧来抢收，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彰化保阳乡是花仔菜产地哦，连日大雨了后，又搁出日头，互这个花仔菜是反黄又搁烂去。虽然呢，搁1礼拜就会当收成咯，不过农民嘛只会当家错掉。另外，园林东北里有一个3架水球田哦，大雨过了后，这黄啊全部拢被淹死，农民的损失灾情是一直传出。不过，恁敢捌听过讲唔惊饮水的果实呢？这种果实呢是意大利的这泥网，唔若讲唔惊水。这果实嘛会当连皮规粒做伙落去食，互这个果实唔惊水灾，农民的经济嘛会比较较好。这拢咧烂，这拢咧烂吼。看这整这安尼拢烂去。搁1礼拜就会当收成的花仔菜，农民来甲扑掉，规个看过去，一片花仔菜园，花苞拢已经泛黄变烂去，根本就发不出来。种植面积差不多160几公顷，这次损失差不多超过半数以上。然后农民的损失，每分地损失都好几万，10-20万。彰化保阳乡是花仔菜产地，连续几落日的大雨，搁出日头，互花仔菜拢泛黄变烂，农民的损失是真惨重。镜头来到园林的东北里，生落的农民有3架外地稻仔园，播稻仔了后，煞拄着大雨，黄啊全部拢淹死。久无了无呼吸，伊早自然就断了去啊！烂掉去，排水你无排袂出去啊！这摆台风要过来啊咧，就是安尼就搁看天啊。农损的灾情不断，但是你敢有听过唔惊淹水的果子？意大利的泥网不但唔惊水，果子阁会当连皮规粒食落去。彰化县田中镇的一个农场，原本伫种台湾的土肉桂，因为拄着真侪摆的风台甲大雨，土肉桂一丛一丛拢死去啊！即马改来种意大利的泥网，柠檬切片，然后加2砂，好，然后放着，然后放冰箱，就是柠檬脆片。也是甘生丁，然后你也可以做酵素，然后酵素的酱你也可以配菜。农民看天食饭，这种唔惊水的意大利泥网，成功来挡势农民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
新社山区走山真严重，互人看到会惊。住伫台中新社一个姓林的民众哦，伊按新社水井架顶头盖吸落来，发现讲个规个山坪拢走山，造成呢中88线顶的边坡拢放落去，规个山是安尼曲溜溜，土石放落去嘛，致使着这方圆当用里。探往着新社水井架的这个道路拢断去，禁止通行。若是西路，至少拢爱加行点外钟哦。放弃路段呢，差不多有80米，范围是差不多2公顷。另外，伫台里建东一街的产业道路嘛，受到大雨影响，边坡的土石落落来，路面嘛放落去。空中摄影机飞去的新社山区翕到的画面足恐怖的。山壁亲像风龟剃头同款，变作屈头山，走山造成中88线规片绑起。新社水井架到丰原东阳里的路登去，无法度过，西路上少爱用1点钟的时间。整个路都看不到了。现场土沙石头为山顶落落来，树仔嘛规丛倒去。另外一边路规个登去，看会到的全部拢是沙石。住伫新社的林先生透过空中摄影机翕到走山的画面，山边放60公尺深、80公尺宽，范围有2公顷，白鹿风台就直要来啊！市政府嘛赶紧想办法来处理。发生的时候，先赶快彻查我们附近的这些居民，还有山上的这些有没有餐厅或相关受影响。那初步呢，我们人员都安全啊。那我们现在先做了这个两端道路的一个封闭，那也做了一些告示跟改道啊。就惊走山的范围变大，市政府唔拿封路，嘛疏开危险区的民众。伊个等到风台过了后，才有法度来重建，镜头来到台里建东一街产业道路。早上刚刚清好的路又瘫痪了，因为落大雨，沙石落落来，路的有几个位拢落落歹去。因为这条路是在地民众出入，佮有载轨迹用的路。另外嘛是爬山的步道，即马路歹去，市政府水利局嘛随派人先做暂时的处理，等到天气变稳定啊，才过来修复。记者综合报道。在地叔叔行行镜头所来台北市人讲上细间的国小中义国小，进前哦，才因为学生人数伤过少，废校争议是闹甲同人知。即马呢，虽然讲度过着废校的风波，学校嘛将要改建甲捷运慢段线相接。不过因为工期需要2年的时间，学校教师伫施工期间嘛会比较较少哦。消息一传出来了后，家长呢好亲像是因为烦恼工程会影响到教学，结果今年1年新生报道人数敢若有7个人，比过去拢也阁较少。休落期间，台北市的中义国小溜道队游园伫练习，不过这间溜道教室年底进前就会来拆，规栋大楼嘛要重启，因为学校未来要甲捷运万代线来供加起，工程的期间上少爱2年。这个消息一出，家长拢因为烦恼工程会影响学习，结果今年国小1年啊，敢若有7个人报名。之前都是8个班或者是6个班，然后现在就2个班跟1个班，交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少。在拆除的时候会吵到，就是麻烦到老师讲话要大声一点。中义国小本来就是台北市上少人的国校啊，以国校1年的招生人数来看，105年也阁有22个，但是愈来愈少，一直到了去年，敢若剩12个。学校要登记的消息，即马敢若剩7个。家长拢烦恼，原本的学校大楼有1万平，咧改建的期间，教室敢若剩2000平，学习的空间明显来减少。另外，连囡仔上爱运动场活动的范围嘛来求水，更加莫讲工程期间会产生的涂沙粉，也是真吵的声音，拢互这个招生的人数来减少。3月份调查这个在籍数的时候，大概有40几位，然后这个讯息一放出去的时候，下个月隔月就掉到20几位。另外受到影响的，也有学校内的幼稚园，招生的人数虽然无减少，但是嘛因为爱借附近的教室来上课。虽然学校有强调，伫咧登记的期间，老师甲学生的比例会搁较好，但是新的学生报到的数量也是减少真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一个上新的消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家己讲去互国家的机器来监控，伊伫咧坐车可能去互人装这个追踪器，也引起讨论。下载呢，韩国瑜接受访问时阵也再一届来表达着伊的看法，咱来听伊安怎讲。
蔡英文在金门讲说，国家机器可以是这个事宜，但是他觉得要提出证据，因为当时他之前在跟马英九总统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也这样子质疑过他。那如今好像角色兑换，有点两套标准。对，你把蔡英文总统在十几年前，大概在十几年前所讲的话，重新放出来一遍，就对自己蔡英文总统所提的问题，找到了解答的答案了。他自己曾经大概在2012年左右。他对当时2012年左右吧，这个时间点，他对当时的总统马英九总统所提出来国家机器有没有滥用的问题，蔡英文总统当初是怎么提的？然后他提出来的解方跟妙方是什么？请蔡英文总统自己去回忆一下。他要求当时执政的马英九总统有没有随便使用、滥用国家机器，有没有责任跟义务出来说明？这是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同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请问蔡英文总统，你还记得你曾经说的话吗？好吧，谢谢。市长，那个郭科。镜头要刷转来国外，被叫做是金蕉癌症的这 TF 新型黄血病，拖全世界。金蕉是面临着这绝种的危机哦。全世界超过90%的金蕉拢是芳芽蕉，因为讲品种呢，敢若有一种，因此无法度透过着 DNA 的这个变化，发展出对抗黄血病的基因。佮再加上黄血病是透过土传染的，真歹预防。目前已经按亚洲拖到澳洲、甲非洲，就连全世界产量上最中南美洲嘛已经出现个案。若是讲佮继续拖落去，恐惊会无金蕉，金蕉恐惊就会绝种。金蕉好食佮营养，更加重要的是品质真稳定。全世界所有的金蕉食起来口味佮口感拢差不多，因为全部拢是同一个品种香芽蕉。不过这个优势煞嘛是一个真大的缺点。You can't get bananas anymore. They've all died out. 红叫做金蕉癌症的 TR 是新型的黄叶病，是一种麦菌引起的病，主要透过土来传开，得就无药通医。加上金蕉拢是透过无性生产的，品种就干那一种尔，所以无法度透过 DNA 演变，发展对抗黄叶病基因出来。Worst case scenario is this fungus has the capability of really diminishing 80 to 85% of banana production each year. 黄叶病上早敢若出现伫东南亚，不过目前已经拖到澳洲甲非洲啊。即马含全世界金蕉产量上济中南美洲嘛有这种病啊。If the disease reaches Central and Latin America, where the majority of exported bananas come from, it could be game over for the Cavendish and for a number of local varieties that are also affected. 黄叶病拖开金蕉的继续就会得得起，不过真正互人烦恼的是，黄叶病若是佮继续拖落，可能会互金蕉全部拢死了，到时阵就算有钱，恐惊嘛买袂到。记者综合报道。这只鱼安怎赶拢赶袂走哦？干脆就装这个摄影机来看伊安怎一个鉴定法。我最喜欢吃高丽菜，我最喜欢吃番茄，我最喜欢吃花椰菜。每一个人等一下先采一颗，把它采起来之后，有没有？你有看到阿毛斯哥哥抓很下面吗？在那里。好，没关系，牙虫等一下用水把它洗掉就好。在这个过程之中，孩子们学会了，原来我们吃的菜它是怎么来的，它照顾是非常辛苦的。从手里种下的菜苗，用有机方式栽培，一天天长大，对食物的情感记忆也渐渐深刻。1、2、3，好，那靠着这边把它排一排。用爱心浇灌，翠绿健康，心里的小菜苗也跟着茁壮。先把它拿起来。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那只是艋舺内底小熊维尼，现实社会这个鱼嘛真爱食芳蜜。伫土耳其东北部有一座这个饲芳场哦，就因为讲出产的这个芳蜜伤过芳，请这个鱼来偷食。
饲棚人安怎赶都赶袂走，实在是真头疼。不过呢，这饲棚人最近就想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将无同款口味的这个芳放伫个这个桌顶哦，用摄影机来记录着这个鱼对倒一种口味较爱食，用这款的方式来鉴定讲这芳味的品质，而这个鱼也真真正正变做是品官师。芳蜜香香甜甜，互鱼一喙刷一喙一直食，啊嘛，互伫土耳其饲芳的赛大夫足烦恼的，因为这鱼真要塞，定趁半暝来偷食芳蜜。3年来，伊的损失超过台票30万。Ben koca oğlan. Bu kadar güzel elmalar burada var. Trabzon hurması, balım burada, Trabzon ekmeğin burada. Bunlar yetmedi mi sana da burada yukarıya çıkıyorsun? 赛大夫讲，伊已经有补想甲无补啊，想办法买互鱼走入来，煞拢无路用。不过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Koca oğlan, bu akşam bize kalite testini yapacak inşallah. 赛大夫伫桌顶放几来客仔，内底有无共口味的芳蜜。摄影机安好了后，就等鱼来食芳蜜。透过镜头记录鱼对倒一种口味的芳蜜上有兴趣，结果发现鱼上爱食的是安电妮芳蜜。Koca oğlanlar gerçekten ağzını tadını biliyor. 换一个想法，互本来真讨厌的鱼变做助手。赛大夫即马会当甲人客推荐讲，含鱼嘛真爱食，品质有挂保证，啊鱼嘛变做伊免费的品管师。Bana verdikleri zarar ziyanları unutuyor, onları seviyorum. 记者综合报道。您敢捌会记得2015年上有名的迄领洋装？伊是蓝黑色的，也是白金色的。伫迄当时是引起着真侪人的讨论。不过最近哦，又有类似的这个同款的情形哦，要来考验一大家目睭哦。这是挪威有一个学者，伊进前伫网络顶头，伊就传了一张的影片。影片当中，这黑色的物件，第一摆看起哦，好亲像是蚵仔，不过看久，敢若亲像是有淡薄仔像土啊。到底是啥物呢？短短几工就吸引着400万名的网友来讨论。画面当中，这个黑色的动物看起来敢若是蚵仔，但是为另外一个角度看，阁有一点仔像土仔。到底是啥物？网络顶拢咧讨论。Dan Quintana posted this short video on Twitter captioned, "Rabbits love getting stroked on their nose." 这其实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项研究，研究员丹昆塔纳故意用字来引导观众，让大家先头一个时间拢认为画面中的动物是土仔，产生看到的错觉，啊无大家头一个印象应该拢感觉是蚵仔。I see both. I can see both. The minute I said bunny earlier, then I saw bunny. Yes, but it's only because you brought up and the caption said bunny. 不过，参像安尼的讨论，早就伫咧1890年就出现。德国一份杂志有刊出鸭甲兔仔的错觉的图，要甲看到的人讲鸭甲兔事实上是真相像。Some see a rabbit and others will see a duck, but are you able to see both alternatively? What you see, and how fast you see it, could indicate how quickly your brain works, and how creative you are. 这幅错别图嘛开始有后续的研究，学者发现会当伫短时间内就看到鸭甲兔的人，头壳拢较活，嘛较有创意。这几年错觉的图是愈来愈多，参像前几年蓝黑白金的洋装嘛捌造成讨论，考验大家真正看到的是啥物？记者综合报道。印度风台北路按南台湾来，上紧下晡会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详细情形公告了后，做过来关心。我最喜欢吃高丽菜，我最喜欢吃番茄，我最喜欢吃花椰菜。每一个人等一下先采一颗，把它采起来之后，有没有？你有看到阿毛斯哥哥抓很下面吗？在那里。好，没关系，蚜虫等一下用水把它洗掉就好。在这个过程之中，孩子们学会了原来我们吃的菜它是怎么来的，它照顾是非常辛苦的。从手里种下的菜苗，用有机方式栽培，一天天长大，对食物的情感记忆也渐渐深刻。1、2、3，好，它靠着这边把它拍一拍。
咱继续转来新闻现场。今年第11号的风台白鹿渐渐来逼近台湾，气象局呢，伫今日透早5点半的时阵呢，已经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针对着今年第11号风台白鹿，气象局伫早起发布警报了后呢，根据资料显示讲，白鹿是以每1点钟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进前虽然讲路线有切有卡往南边来修，不过目前是无排除也是会伫台东来登陆。而且目前风台继续增强，侵袭台湾的时阵可能会来到中度风台这个下限。目前呢，白鹿风台上新的状况，咱来嘛听气象局安怎讲。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气象局持续发布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1号台风轻度台风白鹿的海上台风警报。如果台风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如气象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下午2点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11点的时候，第11号台风白鹿它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东东南方，大约是660公里的海面上。以它的强度来说，未来它所经过的海域还是会有增强的空间。预估它在经过我们的时候，将是它生命期最强的时候。那目前气象局预估影响我们的时候，会以比较强的轻度台风的机会比较高。不过整个大气的变化，气象局会持续的关注它。另外，这个台风它主要的移动方向则是受到北方太平洋高压控制我们预估它会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目前纵整所有资料可以看到，台风中心有70%的几率会从花莲以南到巴士海峡这方向通过。那么以最可能的路径预估，气象局持续发布台风的海上警报。我们目前是针对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南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先提醒大家，其实我们预估长浪的现象，大概从今天下午傍晚以后就会开始影响到东半部的沿海。另外，我们也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面风浪增强的时候，明天东南部的海面会有6到7米的浪高出现。提醒大家，今天、明天2天风浪逐渐增大，海面上及海边的活动最好不要从事。至于在天气方面，今天在台风的外围环流一波波云系影响之下，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云比较多一些。目前为止，其实各地尤其在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并不明显。其实今天早上各地都是热，现在其实在整个大部分地区都在35度左右的高温。那我们气象局有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大家，当然整个西半部地区苗栗以北、金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加上个台东地区，在今天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东半部下半天的天气和西半部是不一样的。东半部断断续续会有短暂的阵雨，而且越到晚上深夜，东半部地区的雨会慢慢的增多。至于西半部地区，其实早上到下午都还是晴朗的，不过中午以后，在整个山区以及南部近山区的平地，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的阵雨。至于明天开始，明天因为受到台风，它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所以明天的影响最为明显。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整个东半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提醒东半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朋友注意明天所下的雨会有大雨或局部性豪雨出现，尤其在花东地区和南部山区更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台风逐渐的接近，明天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影响程度也是最为显著。提醒大家随时留意气象局的最新预报。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有关的这风台的消息阮台视新闻也会随时为您来掌握。另外，在其他消息方面这个月12号开始，中南部因为大雨造成麦少的灾情，麦少所采的水果拢有水伤，到今嘛拢也未复工。至少到22号，台北批发整体平均菜价是起到这个月上悬的来到40块1真像是白菜伫个顶礼拜每公斤的批发价少干那是18块4，不过到22号呢，就起到44块8，是贵26块4另外，这葱啊嘛是起大价，每公斤是177块7农林署就强调讲，这菜价少起大价只是短期的现象，希望讲民众会当体谅，来支持到这款辛苦的做事人。软个食味的牛肉，加上香个顺的汤头，尾也搁来挂葱仔煮，互规碗牛肉面片起来更较香。不过今嘛菜价小炒，互头家强要挡袂落。压力是蛮大的因为现在时机也不好
而且现在葱长得非常凶。同款用菜用真凶的火锅店，一般高丽菜、蚵仔菜、卡马豆、番麦、无笋火锅料，成本就加50块。根茎类都涨啊，玉米、番茄涨得天价，番茄大概现在一斤要80几块。为台北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日基马丰泰来进前，8号菜色价小平均1公斤34块3，顶礼拜价小起到37块3，不过22号却起到40块1，愈来愈贵。其中菜叶类的起上济，像广汤丝仔菜，顶礼拜1公斤32块6，起到49块5。小白啊嘛为18块4，起到44块8，起1.43倍。啊，葱仔价小各价是起超过100块，1公斤来到177块7，民众买菜嘛弄得化贵。小白要给我100块，我就舍不得买，贵太多了。那本来都是350嘛。如果生产不足，而且连续大概1个礼拜以上，价格都非常的高昂，数量都不足的话，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可是只有一两天，因为是短期现象。这礼拜啦，还有一个白的风台要来，菜价小加减啊会受到影响，变价更加贵。农委会嘛赶紧帮助农民复经，加种瓜菜，让菜的价小稳定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我最喜欢吃高丽菜，我最喜欢吃番茄，我最喜欢吃花椰菜。每一个人等一下先采一颗，把它采起来之后，你有看到阿毛斯哥哥抓很下面吗？在那里。好，没关系，牙虫等一下用水把它洗掉就好。在这个过程之中，孩子们学会了，原来我们吃的菜它是怎么来的，它照顾是非常辛苦的。从手里种下的菜苗，用有机方式栽培，一天天长大，对食物的情感记忆也渐渐深刻。1、2、3，好，那靠着这边把它拍一拍。用爱心浇灌，翠绿健康，心里的小菜苗也跟着茁壮。先把它拿起来，然后再甩一甩，然后再用剪刀剪掉那个下面的。从共耕到共食，孩子们对食物有感知，这是学习与环境永续共存的教育。就是可以把它种长大都不会死。我知道要怎么照顾它。从2014年开始，全国有超过500间国中小学举办上千场次的活动，校园里掀起有机食农运动。这是我煮的，这是我种的，这是我采收的。我们希望土地是良善的状态底下，它自然而然就会变比较友善跟有机的方式，在执行这样子的农耕的方式。每位孩子们今天走出教室，成为市集里地产地销的可爱小农友。从小他们就有机概念，以后就不会乱吃东西呀。因为小朋友通常也不喜欢吃青菜嘛，很多就他们自己种出来的东西自己会比较喜欢吃。孩子们亲自以有机方式栽培的蔬菜，饭后所得将全部捐到育幼院，这也是另一种机会教育。姐姐菜，他们可以更了解说种菜从没有到有，然后又要怎么卖菜，就是更愿意、更主动去吃这个青菜。如果直接自己买的，没有那么主动，然后自己种菜到有，然后再自己煮的话，会更有，他就觉得会有更有参与感。农粮署啊，或农委会，他们其实也在推食农教育这件事情，不管是友善的食农教育或有机的食农教育。亲身体验从一颗种苗开始的生命历程，让我们重新定义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场幸福餐桌的实验计划，而是要唤起曾经与土地最亲密的感情和有机的概念，把有机食农教育成为日常生活里的实践。王小弟继直剧场后，全新喜剧突破，真实案件改编，双线故事，跨国合作，
平行开展，交错解谜。 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随时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这是咱搭咧心肝以外的杨丽花，这是咱每日少年的杨丽花，这嘛是咱历史夜梦的杨丽花。 食饭配歌戏的时间又过来了，头尾让12年以后精心制作的好戏，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敬请期待。史上最强鲑鱼卵冻饭，哇！我再多加点鲑鱼卵。超人气的动物就是北极熊。 水果楼人气爆红的一个关键甜点，它的内馅超滑顺。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 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 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会撞到。 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效能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 3, 2, 1, 0. 用指定的部位传接水，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到尾跟角度刻度里面1个指令组的长。3眼，我不要干了，我不要玩了，他刚刚洗过脚还是他刚刚洗过脚，对，刚刚洗过脚。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 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 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今年第11号风台8路气象局伫透早5点半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预计呢，这下晡也来发布着陆上风台警报。有关着这风台消息，阮台视新闻也会随时为您来掌握。我是谢美玲，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者请继续收看台视中道新闻，再会。